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7月1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9篇20到37节，历代志上15章1到2节，16章4到13节，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看见。如果看不见，其实是不方便的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记得当时候上帝怎么样改变使徒保罗的吗？就是让他一下子从看得见的情况突然间就变成看不见了，他就失去了基本的功能。的确对一个原本看得见又很有视力的人来说，突然间失去了视力，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就如同美国的军人很多在前线上面，在战场上面，他们失去了双腿或是说因为受伤被截肢那有些人就会失去求生的意志。为什么？因为那是很大的伤害。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有些人可能就会装上义肢努力的复健那虽然他们知道说这个是一种永久的伤害，可是他们就想办法呢，来尽量恢复到某个程度的行动功能。牧师有一位朋友，他是美国某个城市的特警队那在刚刚认识他的那一年呢，他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参与一个街头的枪战，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他被歹徒的这个枪子弹射中了脚，脚受伤了。那听说那时候他的骨头肌肉、筋肉都受了不小的伤害，颇严重的那经过长时间的医疗复健渐渐他就不再需要这个助走器来协助行走。大概约略的事情发生2年多以后，听说他不但能够很自在的行走，而且呢，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他重新去这个复健体能训练，就是去接受这个或是说报考再度的报考特警队，通过了考试，再度被接纳成为特警队的一员了看他这样的一个经历，牧师认为他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英雄之一了我们提到他的见证，这位弟兄他非常勇敢，他相当努力的付出，也终于让自己的心愿呢完成，能够重返警队，达到他自己的愿望。这当中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其实还有比如说医疗人员的医疗治疗、协助复健，特别是他的家人妻子给他的陪伴支持。有一次弟兄受教会的邀请来做见证，他一再强调那是上帝的恩典跟保守，还有大家的支持，相当不容易的一个生命态度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在这个短短的这经文里面，记载了一个耶利哥城附近的盲人，他坐在路旁乞讨食物。在当时而言，眼睛看不见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困难不但当时没有这个好的社会福利的照顾，也没有好的教育系统来帮助他们。看不见等于只能乞讨过一辈子。当他听到群众的躁动，后来他就问为什么？
有人告诉他呢，拿撒勒人耶稣正经过这里，然后他就大声的喊说：“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我们可不可以想象这2句话可以画上等号？拿撒勒人耶稣跟大卫之子耶稣，一个是经过这里，一个说可怜我啊。等一下我们继续来分析这个了哈。有人责备他，要他安静，可见呢，他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候社会的地位是极低的哈，也没有这个，不但没有求生的能力，而且连发声的这个基本权利都没有哈。我们有从几个角度再来分析这一段经文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瞎子，他失去了身体的某个功能，可是他有听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很多眼盲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耳朵特别灵敏。那这位也是一样，他听到了，听到嘈杂的声音，然后呢，他进一步就问了。当他听到这个鼓动的声音的时候，他就问说：“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他听得见没有反应，可能他说：“我很好啊，那么多人，那我今天乞讨可能就很有收获。”那他没有提问，他就失去了机会。那这样还不够，听见提问，然后他就开始大声的呼求。我们来看看呢，有人禁止他出声音，意思就是说他的声音非常大，甚至超过了这个群众的声音。他不但因为人家禁止他没有这个就安静了，他反而更大声啊！不但如此啊，更大声了。这表示他非常积极的一个生命态度。再来呢，他是一个看到盼望的人。听好，他是一个眼盲的，可是他是一个看到盼望的人。我们等一下要再继续说了哈，因为我们看到说，别人讲说拿撒勒人耶稣经过这里，好像在叙述一件事情而已。对他来说，听到这一句话，等于是看到盼望。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啊！好，完全不一样。也因为这样子，耶稣听到了他的声音，就问他需要什么，他就回答耶稣说：“主啊，我要能够看见。”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就看见吧，你的信心治好了你。”这个是得到应许了哈。再来，我们就要讲的就是说，他真的是能够看见了，从信心的盼望，然后到肉眼得医治。好了，我们不是只有要看到他肉眼得医治这件事情而已，其实我们要看到是另外一个看见。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一位肉眼瞎了的人，其实他的视力却是赢过周遭一切所有的明眼人，因为他听见耶稣，拿撒勒耶稣，就看见盼望，大卫之子。好，其他人却是看到耶稣，没有看到盼望。就像我们前面举的那一位弟兄一样，他虽然他的脚虽因弓受伤，但他却是一个看见盼望的人，并且努力的复健。你知道，在他周遭的人，很多人会劝勉他、安慰他：“哎呦，没关系啦，那你就好好的复健嘛，哈。”那就以后就坐办公室啊，做到退休领退休俸啊。可是对他来说，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坐在那一边继续乞讨，跟那个盲人，他反而是怎样更积极的，他看见更努力，体能训练。牧师陈志文跟那个盲人一样，呐喊，努力的喊，大声的喊，那是自己努力的部分。他的努力加上上帝的医治恩典，他不但身体恢复了，可以行走了，而且更有体力，可以跟正常的人一样去比他加入了特警队。
圣经的记载，这位看不见的人跟我说的这位弟兄，他们都在蒙恩之后对上帝献上感谢跟赞美。这事实证明了他们是真的看见神恩，并且归荣耀给上帝的人。其实大卫也是如此，我们提到他明白自己所有的成就、国度的建立，得到的一切的这个财宝，都是上帝的恩典。无论是当他们要预备去载运约柜的时候，或是当他看到约柜要进城的时候，他都非常的兴高采烈，大大的赞美感谢上帝。因为呢，大卫是一个看见上帝恩典的人，他没有蒙蔽自己，也没有把功劳归给自己。他这样赞美说：你们要感谢上主，宣扬他的伟大，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你们要歌唱颂赞他，要述说他所做奇妙的事。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愿所有寻求上主的人都欢乐，要向上主求帮助，要时常敬拜他。上帝的仆人雅各的后裔啊，他所拣选以色列的子孙啊，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要记得他施行的审判。大卫王真的看见了上帝恩典，并且归荣耀给主。